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，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，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，欲岂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境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意。如持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直得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则自得，得悟道者，常清净意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一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卢灵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黄桃心，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悟极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圆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因而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似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华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折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过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赐令记下生，收服南阎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
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此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图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年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。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灭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8大金刚来护华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耳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折起照起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即下生，收服南辕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你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祥祈福，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姓氏徐玉英，
信女洪石亭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愿上将以上诵诵经经功功德德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回于向于天地，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回向先，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回于向于父母，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回子女，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。恳叩恳请辞，叩请辞。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弥勒师，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南海古古佛，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济佛，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月会菩萨，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慈悲悲做做主，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世世界和界和平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求祈求风风调雨调雨顺，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国民安，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世世所至所至导导，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慈昭格格采纳。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来当来下生下生弥勒弥勒尊尊佛，佛，南无南当来无当来下下生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尊勒尊佛，佛，南无南无当来当来下下生生弥勒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当来来下生下生弥弥勒勒尊尊佛。佛。感谢点传师，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、各位大德，更感谢师顶前贤晚上帮忙导读，后学就练习到这里，感恩。感恩感恩，谢谢简妈妈为我们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，还有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，晚安。我是讲师晚安，经理晚安，副领任晚安，组长晚安，很优秀前贤晚拜安啊，拜。晚安晚安，再见了。感恩感恩慈悲，感恩护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神领任晚安，前贤晚安。